好，今日帶大家嚟鴨脷洲風之塔公園 ，ready，我哋出發去啦。好，跟住我哋搭南港島線，跟住去到利東站，然後我哋 A 出口出閘。出完閘之後，我哋會見兩邊牆身啦，都好多介紹去地鐵興建嘅過程嘅，包括咗鴨脷洲、黃竹坑、海怡半島等等嘅歷史建築嘅過程相片嘅。好啦，我哋到達咗公園嘅入口啦。好，準備啦，我哋入去啦。我哋沿路行入去呢，就會見到兩旁呢都好寬闊嘅。遊人暫時嚟講唔算太多，都比較可能係平日嘅時間啦，所以遊人係比較少㗎。兩旁呢都種咗好多花草樹木嘅。咁跟住沿路我哋行到呢，嗱，見唔見到啊？就係呢個地方啦，係寫住鴨脷洲風之塔公園。佢嗰個名牌呢，係用咗一個帆船嘅形式嚟標示嘅，前面嗰個呢，就係一個露天嘅表演台嚟嘅。跟住我哋沿路直行呢，就可以欣賞下公園嘅風景特色啦，同埋以下呢首歌呢，亦都會介紹下鴨脷洲風之塔裏頭嘅特色嘅地方㗎。咁稍後時間呢，我哋就會到達咗風之塔嗰度，我會再為大家介紹有關風之塔嘅資料嘅。曾聽過一個傳說，有一個美麗的避風塘，就在那香港仔的港灣，藏着許多迷人的風光。你可曾見過一座高塔，屹立在那美麗的地方，迎着那清風俯瞰海港。翱翔天理，自由無束。風之塔的觀景台，像一艘巨輪駛向遠方。畫卷展示着香港在昔日，一幅幅畫卷展示着香港在昔日的模樣。風之塔。好啦，嚟到風之塔啦，我哋想睇一個塔上面有咩特別嘅地方啦，好唔好啊 ？Ready， Go 啦！好啦，我哋沿路行咗幾層嘅樓梯，咁就會到咗風之塔嗰個轉角位置啦。和夢想。你可曾見過一個傳說，有一個美麗的避風塘，就在那香港仔的港灣，藏着許多迷人的風光。你可曾見過一座高塔？好，今日個天氣咧麻麻地啊，陰陰地天嘅。咁不過上到嚟風之塔，繼續欣賞下風之塔嘅海景啦。你睇下風之塔個海景係咪好靚啊？嗱，下邊就係鴨脷洲風之塔嘅公園，跟住對面咧就係香港仔啦。你睇下對面啊，個海景幾靚，係咪好正咧？其實大家有時間不妨嚟睇下，唔好錯失一個咁靚嘅風景嘅地方啊！迎着那清風俯瞰海港，承載着多少愜意時光。風之塔的觀景台，像一艘巨輪駛向遠方。湛藍的一幅幅
画卷展，是這香港在哇！原來除咗我後邊嗰個風之塔之後呢，原來風之塔呢個斜路落嚟呢，哇！呢個海景仲正啊，見唔見啊？呢度睇下幾多船喺度，好靚啊個風景。跟住我哋慢慢移過去，見唔見啊？全部係海景嚟噶，個海景真係好正，俾我感覺好舒服，加上有啲風吹埋嚟呢，真係好正啊！呢個 feeling，唔知大家會唔會有時間即係走嚟參觀下風之塔啊？風之塔即係值得一定嚟睇下㗎。落到嚟公園呢，仲有個日計儀啊，見唔見啊？嗱，行遠啲睇，見到啦，呢個日計儀，佢都好特色㗎。嗱，跟住呢，佢仲有啲凳啦，係俾遊人喺度坐啦。行到嚟公園嘅欄杆旁邊啊，啱啱落雨，你睇下，仲有啲雨水喺度㗎喎。但係呢，呢度有啲風吹埋嚟，好舒服啊！同埋你睇下個藍天，加上嗰啲船，俾我感覺真係好舒服啊！喺度行呢，即係俾人個感覺，真係有種好悠閒嘅舒適感覺啦。同埋你睇下啲風大到呢，啲樹葉呢都吹到喺度喐緊嘅，見唔見啊？喐緊啊！真係好開心啊！可以喺呢個時間行呢個公園，同埋呢令到個人覺得好舒服，天氣唔熱，好正，好好嘅 feeling。大家有時間真係要嚟行下，參觀下呢個風之塔啊，嗰個啊，記住啊！你可曾聽過一個傳說，有一個美麗的避風塘，就在那香港仔的港灣，藏着許多迷人的風光。你可曾見過一座高塔，屹立在那美麗的地方，迎着那清風好啦，跟住我哋入去展覽廊裏頭啦。其實展覽廊裏頭呢，佢兩邊呢都有好多唔同嘅照片啦，中間位置呢都有啲生物櫃喺度展示緊一啲用品嘅。咁其實最主要嗰啲圖片我嚟做咩呢？就介紹當時嘅漁民生活啦，同埋造船嘅經過嘅。咁而家大家有時間，不妨入去逐張圖片細微咁去觀賞。同佢品味翻當時個生活情況，同埋佢嗰個造船嗰個，而喺中間位置咧都放咗一啲船嘅配件嘅，去展覽咗當時去嗰個船上邊呢個把舵啊、麻繩啊，同一啲配件嘅展示品嘅，大家有時間不妨去參觀下啦。你可曾見過一個傳說，有一個美麗的避風塘，就在那香港仔的港灣，藏着許多迷人的風光。你可曾見過一座高塔，屹立在那而喺玻璃櫃嗰度呢，就有好多當時用嘅工具啦，或者係船嘅配件嘅零件嘅配件啦。咁其實佢三個展示櫃裏頭呢，都有唔同嘅造船工具嘅。咁大家都可以逐一去睇下當時嘅造船工具，佢係好簡單，唔複雜嘅。咁同埋佢精雕細琢出嚟嘅配件呢，都係非常之美輪美奐㗎。所以大家有時間可以逐一個展示櫃去睇下，去展示嘅物品係點樣嘅。和夢想，你可曾聽過一個
傳說，有一個美麗的避風塘，就在那香港仔的港灣，藏着許多迷人的風光。你可曾見過一座高塔，屹立在那美麗的地方，迎着那清風俯瞰海港，承載着多少愜意時光。風之塔的觀景台，像一艘巨輪駛向遠方，湛藍藍的一幅幅畫卷展，是這香港在昔日的模樣。風之塔的觀景台，像一艘自由無束，享受人生。好似隻飛機咁，好似只要咁飛嚟飛去，真係好舒服。呢度嘅環境正，一個字形容。駛向遠方，湛藍藍的一幅幅畫卷展，是這香港在昔日的模樣和夢想。你可曾見過一個傳說，有一個美麗的避風塘，就在那香港仔的港灣，藏着許多迷人的風光。你可曾見過一座高塔，屹立在那美麗的地方，迎着那清風俯瞰海港，承載着多少愜意時光。風之塔的觀景台，像忽然晴天，好，今日喺烈日當空啊，帶咗大家嚟到鴨脷洲嘅風之塔公園，行咗個關，睇咗裏頭嘅情況啦。咁大家覺得呢個環境係咪好舒服呢？咁不過天氣太熱啦，你睇下又熱到出晒汗啊！唔信大家下次揾一個又係咁熱嘅天氣嚟行下。不過我覺得呢，黃昏時候嚟行就會好啲啦，起碼唔會咁熱。希望今次為大家介紹一個風之塔嘅公園，大家會鍾意。我哋下次再見面啦，拜拜！如果大家鍾意今次我嘅介紹，可以俾個 like 我同訂閱我嘅頻道。如果有咩意見，可以話返俾我聽喎。嚟緊我會四周圍搜尋有啲咩靚嘅地方同特色嘅地方帶大家去玩嘅。今次嘅介紹又到呢度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